英特尔昨宣布，伫英特尔工作超过40档的执行长基辛格要退休了，董事会会去找新的人选。过去基辛格捌呛讲，英特尔要超过台积电，也毋过今年英特尔股票落超过一半。特别上任的美国前总统川普，敢会来协助英特尔呢？外界也真关心。 Intel 执行长季辛格在接执行长的期间，他讲要予 Intel 超过台积电。不过3年过去啊 ，Intel 今年的股价就超过一半。Intel 初二宣布，执行长季辛格正式退休，董事会会找其他的人来接。我认为 Intel 现在才要做晶圆代工的切割，其实已经晚了啦。但是这仍然是唯一的方向，可能还是把晶圆代工切割，然后把资源全部集中在晶片设计。 提高公司的创造力，研发出更先进的晶片，特别在人工智慧的应用上。季辛格的领导，那就无予 Intel 扳回局势，面临几项重大挑战，包括13、14代处理器突袭，将伊代工的业务亏损，还有欧洲晶圆厂计划冻点，加上产品推出的时停延后，对无着 AI 的风潮，进前市场还佫传出沟通要收购 Intel， 不过目前这个风声是已经消失。因为季辛格退休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台积电车厂的股价盘中捌起25块，起到1060块，股利大股徛起23000点，盘中捌起超过300点。专家预估，将来 Intel 将伊代工的业务有可能会分割。 如果说要美国政府救 Intel 的话，不会是白白的出手，一定会有很多交易跟谈判会持续进行当中。对于 Intel 来说，恐怕会处在一个比较弱势和被动的状况。Intel 应该会加大对于台积电的一个委外订单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部分确实还是有利于台积电在全球在晶圆代工产业全球市占率的推升。有其他的专家认为讲 ，Intel 后一任的执行长会由什么人来接？有关 Intel 的竞争力。 敢有法度登去较进前的程度？除了爱了解半导体，嘛爱将人工智慧发展的情形，佮爱影响川普2.0新政带来国际新的局势，这个挑战是真大。记者综合报道。